呢個世界已經係去到一個好 dark 嘅 era， 最恐怖係乜嘢呢？嚟到末世都好多人唔知道係末世，好多嘅 signs 令到我感覺我哋真係去到末世啦。但係我哋嘅平安嚟自乜嘢呢？係因為我哋係神嘅子民，我知道我死之後我一定係會上天堂。前無線女星王君馨2021年約滿離巢之後，曾經北上發展，參加內地跳舞真人 show 節目追夢，獲得唔少網民支持，大讚佢夠勇敢，正能量爆棚。不過由舊年9月開始就突然畫風大變，佢連續發佈多條關於末日論嘅影片，聲稱人類已經處於末世 ，AI 嘅急速發展令佢感到十分不安，又呼籲全人類係時候要覺醒，唔好再繼續自掘墳墓濫用 AI， 又話耶穌即將會降臨打救我哋。呢啲驚人言論令人聽到毛管戙，一度引發網民高度關注，唔少人都指責佢太過極端。近日，王君馨現身出席公開活動受訪時，又再強烈表達對於人類可能被 AI 操控嘅憂慮。佢仲反問記者話：你知唔知 AI 而家用請緊人類做嘢？然後就話佢最近發現 AI 已經建立咗屬於自己嘅網站，仲喺短短10日之內成功建立咗宗教同埋語言，而且仲喺度秘密討論緊我哋人類。佢唔敢喺社交平台鋪 BB 嘅相，擔心落入到 AI 嘅手中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佢又再三呼籲大眾一定要謹慎用 AI，千祈唔好輕易相信 AI 講嘅嘢。